好来，咱做伙来祈祷。慈悲怜悯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来到你的面前，献上阮上大的敬拜、学乐。主，阮恳求你保守你的正经儿，互阮会当大心清气阮的心，互阮会当安静伫你的面前。主，恳求你保守今仔日我的讲道，就是保雅执事的诗会，圣歌队同工的献诗、司琴、交台、音控，也互阮所有的直播的设备、音控的设备，拢会当真正常。主，阮将今仔日阮所有的服侍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也带领兄弟姊妹的心，互阮会当开心门，互你的信心伫阮的中间，成做阮的帮赞。阮今仔日的敬拜，两场的敬拜，拢交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你引带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拿上去，Hello， 喂。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即摆来锻炼圣诗第17首。圣诗17首，即首我第一摆唱。伊是迄个巴西的民谣的旋律。所以小等下咱应该一开始要学乐的时阵，就爱足欢喜，像巴西即款民族安尼。再唱伊是举手跳舞安尼，咱哪会有即款的心情？即个歌词是路易多博士，伊将诗篇98篇，甲迄个填入即个巴西的即个民谣旋律。即个歌词咱来读一遍。第一节，中午主上帝唱新歌，乌鲁，对对。中午主上帝唱新歌，乌鲁伊。中午主上帝唱新歌，乌鲁伊。中午主上帝唱新歌，乌鲁伊。着欢喜出声唱歌，乌鲁伊。第二节，主极大权能，行奇事真奥妙。
主极大权能，行奇事真奥妙。主极大权能，行奇事真奥妙。着欢喜出声，唱歌乌罗伊。第3节，着五主跳舞、拍鼓、弹琴、奏乐。着五主跳舞、拍鼓、弹琴、奏乐。着五主跳舞、拍鼓、弹琴、奏乐。着欢喜出声，唱歌乌罗伊。第4节，愿大山海洋出声欢喜乌罗。愿大山海洋出声欢喜乌罗。愿大山海洋出声欢喜乌罗。着欢喜出声唱歌乌罗伊。第5节，主要照正义公平审判世界。主要照公义公平审判世界。主要照公义公平审判世界。着欢喜出声唱歌乌罗伊。互咱听琴来弹一遍。这是真活泼的迄个曲吼，来，咱第1节，咱对头来唱，右前奏来，1、2、3来，着五主上帝，唱新歌乌罗伊，着上上帝，唱新歌乌罗伊，着五主上帝，唱新歌乌罗伊。着欢喜出声，唱歌乌罗伊。主极大权能，行奇事真奥妙。主极大权能，行奇事真奥妙。主极大权能，行奇事真奥妙。着欢喜出声。唱歌乌罗伊，来，着向主跳舞，拍鼓弹琴奏乐。着向主跳舞，拍鼓弹琴奏乐。着向主跳舞，拍鼓弹琴奏乐。着欢喜出声，唱歌乌罗伊。愿大山海洋出声欢喜乌罗。愿大山海洋出声欢喜乌罗。愿大山海洋出声欢喜乌罗。着欢喜出声，唱歌乌罗伊。主要照正义公平审判世界。主要照正义公平审判世界。主要照正义公平审判世界。着欢喜出声，唱歌乌罗伊。这真欢喜的一首诗吼。歹势，我头拄可能遮麦克风较大声，我拢无听到大家唱。哦，所以咱要乌罗的时阵，哦，应该是心内是着跳欢喜，唱这首歌。哦，迄诗篇的歌词真好，甲大山，啊，搁上帝正义，哦，啊，搁跳舞唱歌。咱搁唱第2首，572首。这首诗咱哦，应该是古圣诗拢真熟，哦，咱就开始来唱。来，君王
集到这。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我的过失，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也洗清我到无罪。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求你用牛切草洗我，我就清气；求你洗我，我就比洗较白。撒迦的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17首。圣诗第17首。请起立。主上帝，求心化我可以了。主上帝，求心化我可以了。主上帝，求心化我可以了。花的求化我可以。主见大环境。
行基事真好了，主行大宽定。行基事真好了，主行大宽定。行基事真好了，就欢喜出声，就花无落去。向主跳舞，阿哥看见最高，向主跳舞，阿哥看见最高，向主跳舞，阿哥看见最高，就欢喜出声，就欢乐意，万国所爱牛。家欢喜讨乐，万花所爱用。出小花喜讨乐，万花小爱用。出小花喜讨乐，就欢喜出声，就花好乐意。主美照公义，公平生活世界，主美照正义，公平生活世界，主美照公义，公平生活世界，就欢喜出声，就欢乐意。这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朝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搁活。第三日对世人中搁活，就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兵，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下面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应文第8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第8篇。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新的气力。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同心来祈祷，全能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来有份享受你美好的创造，搁有你做阮的瓦壳，日日时有分条引带阮，每时有火条保守阮，互阮感受到你的慈爱，永远甲阮伫地，阮满心感谢。你是听阮的主。无看阮的过失，就完全接受阮、听阮。但是阮却常常袂记进你的慈爱，总是会想要用家己的能力来解决问题。阮骄傲、自高，甲阮的私欲，赢过尊叹你的道理，所以伫信仰上时常跋倒，更误用你的文字，造成侪的浪费甲不义，亏欠你对阮的听。主啊，当阮看到武汉肺炎继续伫全世界造成伤亡，阮搁一摆明白到人类的渺小软弱。当阮伫遮诚心恳求天父怜悯阮，当阮因为疫情不安惊吓的时，愿主你甲阮同在，用你的慈爱将惊吓除去，坚固阮的信仰。阮也要尊你的名做圣，阮无单单是靠政府、专家以及医护人员，恳求主你耶稣福音
良善、正直、甲智慧，会当抵抗压力、做出招逼的方法甲医治，顺利来研发出疫苗。愿主你使阮疼痛这个世界，阮会当尽快脱离疫情，得到真正的平安。主啊，伫这个疫情打我的时，阮更加需要彼此结连关怀，组织合意为着世界，也为着教会的发展来祈祷，献上阮家己来为主你所用，愿主你感纳。恳求主你保守阮每一位同工服侍的心志，互阮逐工也有充分的时间，甲主你结连亲密的关系，心中充满着较无敬畏你的心，配合教会灵修活动，建立美好的信仰生活。教会新的长者也要伫后礼拜就任，愿主赐予因有满满的信心甲气力，会当干部事，共同为着福音甲教会异象来服侍。愿将一切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带领阮平安向前，完成你所要成就的代志。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第15章20到27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第75页，出埃及记第15章20到27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第75页。摩西带以色列人对红海进前行，因出去到苏尼的旷野，旷野行3日，找无水。到马拉的时，马拉的水袂啉得，因为水苦，所以名迄个地叫马拉。百姓就对摩西哀怨，讲：阮要啉啥物啊？摩西求叫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伊一丛树，伊就迄因伫水里。水就变干，伊伫遐为因定律例法度，伫遐饲养因。佮讲，你若注意听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声，佮行伊所看做合宜的事，留心听伊的诫命，守伊一切的律例，就我互埃及人所拄着的破病，的确无互你拄着，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因到以林，伫遐有12个水泉，70丛造树，因就伫遐的水边扎营。请陈牧师讲道，伊的题目是苦水变甜。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要讲，咱要互相讲平安的时，毋知影咱的内心是安怎的状态。有可能有的人即时感觉非常的幸福，但是有可能有的人拄仔行伫人生死荫的山谷。但是无论安怎，当咱伫经历痛苦的时，一定是感觉生不如死。毋过咱毋免感觉孤单，因为真侪人甲咱同款有安尼经验。就亲像伫圣经内面也有几啊个苦甲真出名的人物。旧约内面约伯，伫伊的囝儿产业拢无去，伊阁规身躯歹多到连伊的朋友也认袂出伊的时，伊艰苦甲伫遐咒诅家己讲：我啥事无伫胎里就死，啥事出腹倒无煞转去。大比伊是一个国王，但是伊伫闪避伊后生押沙龙对待时，伊的情形安怎咧？伫诗篇3篇第1节、第2节讲：上主啊，我的对敌遮尔多，侪人起来攻击我，侪人议论我讲，伊无通得到上帝的拯救。咱看到一国之君竟然有死命受敌的安尼困境。咱讲先知，上帝的代言人一定较顺时吧？但是伫耶利米书20章，耶利米去传讲上帝的信息，不断受到压迫，伊艰苦到咒诅家己的生日。伫新约内面，咱也看见耶稣伫受病迄年，伫克西马尼园内面祈祷讲：我的爸啊，哪会做得，就互即个尾离开我。耶稣家己嘛先表明，伊的心忧闷到要死。今仔日咱即段经文出现一个地名，叫做马拉。即个马拉，互我想到一个人，就是伫路德记内面的迄个大家拿俄米。即个拿俄米甲伊的丈夫甲2个后生，因为饥荒，就对伯利恒宣到摩阿地。虽了伊的丈夫过身，但是2个后生带摩押的女子做太太，也算讲伊完成伊做妈妈的心愿。但是无想到，伊2个后生也相连带来过身。这连伊2个新妇、3个寡妇是要安怎咧？这拿俄米叫2个新妇
个时满足，上主互我空空倒来。伫犹太人的观念，一个人会受苦是因为上主会处罚，所以感觉伊今仔日被人尔凄惨无比，就毋通阁叫伊拿有米啊。伊拿有米的意思是甜的意思，爱叫伊做玛拉，玛拉意思就是苦的意思。兄弟姊妹，你若号名，你若替你的囝儿孙仔号名，你一定想要号迄个好听、有好意思的名。哪有人会想要将家己的名号做苦即个意思咧？所以这证明拿有米当时一定是绝望到毋知影要安怎行头前的路，所以伫遐来埋怨、来怨切家己的命运。今仔日出埃及15章，即个经文嘛出现一个玛纳即个所在，这是一个所在，一个所在哪会叫副名叫苦的意思咧？因为圣经甲咱讲，迄所在的水是苦的，苦甲无法度啉。今仔日即段经文的背景是以色列人已经行3天，伫旷野行3天的路，伫旷野已经是无水啊，真无容易找着水，真经的。今仔日因找着水，但是竟然发现即个水是苦甲无法度啉，所以这以色列人开始埋怨讲：我毋要啉什么啊？这个问句是因问上帝，讲啊上帝，我要啉什么？这个问句是埋怨的意思。伊的意思有讲上帝啊，这个水太会当啉咧。阮虽然伫埃及做无在真艰苦，但是至少阮有丰富的水会当啉，会当啉的水会当啉。这比伫旷野啊，你互阮得到自由好太济啊吧？其实上帝毋是挑故意挑来这以色列人，因为伫旷野找袂着水，也是找着迄个袂当啉的水，是非常平常的代志。但是即个玛纳所在这个苦水，较显出2项的代志。第一，就是以色列人的软弱，因伫几工进前甲出红海，过红海，因才看到上帝的决定，并且因搁伫遐唱歌学了上帝。但是现主是因开始埋怨，但是咱也毋免笑因，因为咱嘛是安尼。咱会因为上帝互咱100个恩典满心感谢，但是底咧留一个失去，咱就马上埋怨、怀疑。袂记上帝拄仔互咱的迄100个恩典啊，所以咱看见所有的人类，包括以色列人，大部分时间，毋是为着咱基有的物件伫遐感谢，是为着咱失去迄一点仔伫遐忧郁、伫遐埋怨。毋过真现实的，伫咱的人生过程一定拄着真侪的玛纳，甚至伫你信耶稣以后，即个玛纳的经验会搁较侪。有的是上帝互咱操练信心的功课，但是有的是魔鬼互咱的试探。魔鬼看咱是毋是会因为安尼来离开上帝，专心来归入伊的定名。所以，兄弟姊妹，当咱人生的玛纳来临时，咱会当将伊看做是上帝互咱的试炼，咱就我靠上帝勇敢接受，因为试炼会挑战咱原本的信仰，会当改变咱，互咱哪来哪勇壮。但是咱若无赢过，即个玛纳就变做是魔鬼来的试探，因为伊想要互咱埋怨，伊想要互咱离开上帝，所以时不时去挑战咱讲，你看，你敢有因为跟着耶稣、信耶稣来得到什么好康的吗？你看拢无嘛。但是咱若互伊的白贼话来欺骗，咱若继续相信魔鬼的话，咱就会敢若互伊掠过去，咱就好亲像遮以色列人，甲上帝讲：上帝，你互阮转去做埃及的奴才吧。另外，伫即段经文嘛，请咱注意一点，就是以色列人因毋是真过分伫遐要求米，也是要求酒，因要找是普通的水，会当啉的水尔尔。照上帝过去对因的照顾看起来，上帝互因花挑、分挑引带因、照顾因，上帝互因有红海的迄个大地会当行过去，求水啉无过分吧。但是上帝较互因找到是苦甲袂当啉的水，这互咱什么款的启
点点啊的满足嘛要摕走。可能上帝摕是你的工课，上帝摕是你的健康，拢无去啊。也有可能是你的亲人嘛离开你。老实讲，我对苦难也无任何答案。我嘛讲袂出讲食苦当做食补即款话，因苦难确实伫吞食咱的性命。所以即款的问题有可能咱以后去到上帝遐时，咱才会当找到一个答案。但是咱伫出埃及，以色列人因互上帝带离开埃及，安尼的经验，安尼历史，咱会当看到一种模式，就是每一届以色列人遇到困难，因就会埋怨摩西为虾米要带伊出埃及。但是咱接续来看见，摩西就专心去找上帝，因为伊知影上帝是伊的倚靠。所以结局是啥？结局就是上帝拢解决因的问题。当然，这毋是叫咱学习遮以色列人较袂着就埋怨，但是咱透过经文会当发现，上帝甲伊的人民、甲伊的百姓讲，我是恁上好的倚靠。今仔日上帝嘛透过伊的话甲咱讲，伊是咱上好的倚靠，伊要保护咱，亲像伊早时保护遮以色列人共款。兄弟姊妹，咱生活伫一个充满意外、动乱的一个时代，咱的人生嘛拄着真侪苦难，但是上帝一再透过伊的话甲咱提醒讲，恁莫袂记，我伫恁的身躯边。所以咱毋是家己伫遐真孤单面对遮的苦难、遮的试炼，咱只要转向上帝，上帝就要帮助咱。咱会当对耶稣遮来得到上好的学习。耶稣伫出来服侍进前，伊捌伫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40天的时间。第40天内面无食物件，无食任何物件，所以魔鬼大心挑战耶稣上基本的生活需求。耶稣，即个魔鬼安怎甲耶稣讲？你若是上帝的囝，你一定会当吩咐遮的石头变做面包。当然，耶稣会当安尼做，但是伊无想要落入即个魔鬼的陷阱，所以伊用上帝的话来赢过魔鬼，讲人咧话毋是倚靠饼，是倚靠对上帝的喙所出拢总的话。接续两个试探，但是耶稣拢靠上帝的话，无互即个魔鬼来考倒。这就是甲咱遮的本地耶稣的人讲，咱若学习亲像耶稣共款来倚靠上帝，嘛一定会当赢过魔鬼的试探。第二，即段经文甲咱讲，咱若要互即个马拉的口水改变，咱爱用一个方法，就是祈祷。咱来用祈祷将即项事带到上主的面头前。经文甲咱讲，摩西求叫上主，上主指示伊一丛树，伊就歇伊伫水里，水就变干。伫遮咱爱注意，即丛树毋是1分钟内面就发出来的一丛树，即丛树早就伫遐。但是若无上帝指示摩西，摩西根本毋知影讲即丛树会当成做因的帮助。所以伫遮互咱看见，上帝伫咱困难发生之前，早就备办好伊的帮助。只是咱的目睭，互忧闷、困境安合到看袂到出路。摩西迄伫口水内面的即丛树，有诶圣经是翻做是一块柴壳。但是无论倒一种诶翻译，互咱看到上帝处理即个水质诶方法非常诶特别。但是有诶人是非常讲究科学根据诶，所以有诶人有讲，即项代志毋是上帝做诶，是摩西运用伊伫旷野40年对草木诶知识，来互即个口水来变做甜水。无毋对，有人研究伫中东诶地区有一种树啊，伊诶种子有真特殊诶迄个蛋白质，若迄伫水里，会将水内面遮个无清气诶物件，迄群拢包做伙，然后浸伫水底，即个水就变清澈。但是咱无法度确定摩西所翕入去诶迄丛树，迄个柴壳是毋是即种树？
但是咱看到即件非常符合科学根据的事件，嘛有上帝伫内面所显的神验。因为咱知影迄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拢总有200万人，你要互200万人啉水，是需要非常大的水量。要净化遐尼多水，搁较需要可能是几百张的安尼的树。但是上帝敢若指示摩西，迄丛树就达到安尼的功效。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咱来看圣经，咱用科学的眼光看圣经，会真正是有道理。但是咱来反转，咱搁较细腻来想，其实要互200人来啉水，200万人的人啉够量的水，这若无上帝所显的神验，哪有可能呢？但是这段经文，请咱注意的是摩西的祈祷。摩西伊若无祈祷，伊若无呼求上帝帮助，因永远无法度知影上帝要安怎帮助因，并且因嘛毋知影上帝帮助早伫因的目睭看见进前，就早就平安好势啊。咱应该拢认捌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利文斯顿，伊用伊一生的时间去到非洲伫遐传福音。但是这个故事是发生伫伊真少年拄啊去非洲的时的一个故事。有一天半暝，伊故乡牧师忽然间醒过来，伊感觉讲利文斯顿即时非常需要祈祷，伊就起床，这个牧师就起床为着利文斯顿祈祷几啊点钟的时间。但是迄当时无 email 无 line， 伊完全毋知影伫世界另外一边的非洲发生什款的代志。就伫祈祷迄当时，伫非洲的树林内面，利文斯顿甲伊的非洲的原住民会同工去拍浪，无想到拄着一只秘伫树林内的狮。伊袂好开枪，即个狮就将利文斯顿来引导，喙齿嘛夹入伫伊的肩胛头。就伫伊的手伫咧互狮拆哩的时，边仔伊这个原住民同工空中来开枪，砰一声，狮惊一个，绕三开，利文斯顿趁势滚入去边仔的一个水沟仔。了后，这个狮仔走去了后，满身是血的利文斯顿，互扶入去厝里。伊安尼就休困医疗6礼拜的安尼时间。6礼拜了后，伊才恢复健康。过真久了后，这件代志传转去伊的故乡。伊的牧师对照这个时间，才知影讲为什么迄当时圣神要催逼伊为着这个少年人来祈祷。所以兄弟姊妹，祈祷是有困难的，因上帝会甲咱讲话，但是咱敢爱祈祷？会是咱大部分的祈祷是凊彩应付的。我著甲牧师又讲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在困在眠梦，伫伊的梦中看见一个礼拜长，这个礼拜长的厝顶有一只鬼倒伫遐困啊真熟。伊的梦中，佫去到另外一个所在，看见另外一间厝，这个厝顶一大堆的鬼伫遐走来走去。这个人就感觉真奇怪，就问出现伫伊梦中边仔的另外一个人讲：为啥物会安尼咧？迄个人甲伊回答讲：迄间礼拜长的会友拢是咧困的会友，所以用一个小鬼仔来对付因就村啊，并且这个鬼无代志做，所以会当伫厝顶伫遐困。但是伫迄间厝内面有2个人因同心合意伫遐祈祷，所以爱组织搁较侪鬼。看敢有法度会当搅扰因的祈祷。兄弟姊妹，这个故事毋是讲咱莫祈祷，因为魔鬼就过来找咱。这个故事就甲咱讲，祈祷是有困难的，因为连魔鬼嘛惊祈祷，所以用尽办法来阻止人的祈祷。但是我相信咱嘛有祈祷，但是上帝敢若无听见会安尼经验，安尼是要安怎咧？就是继续不断的祈祷，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有一
一个人若将一间豪宅一大半的锁匙交互你，伊甲你讲，你只要将门拍开，这间豪宅就是你的。但是一大半的锁匙，伊无甲你讲到底是倒一支，你会安怎做？当然是一支一支去试嘛。你安怎辛苦，你嘛爱找着迄支真正确的锁匙。祈祷嘛是安尼，有时咱的祈祷毋是上帝的旨意，毋是上帝意爱，但是咱无放弃，咱不断祈祷，有一日上帝会互咱明白。所以咱看今仔日即段经文内面，上帝按摩西用一丛树ฮ็伫水里，苦水变做甘甜。水苦毋苦，环境苦毋苦，伫上帝拢无困难。上帝拢会用伊的方法来解决咱人的苦。但是兄弟姊妹，一个真正的神，若是要解决咱一个走出来的问题尔尔，一个真正的神，伊要做的是搁较完全的代志。咱来看25节到26节。上帝互因水啉了后，就伫遐为着因定律例，法度搁甲因讲：恁若注意听上主的话，搁行伊所看合意的事，留心听伊的诫令，守伊一切律例，就我互埃及人所拄着的破病，的确无互你拄着，因为我上主是医治你的。而且非常奇怪，以色列人是无水通啉，因毋是破病。为什么上帝会讲我要互埃及人所拄着的破病，恁无要拄着咧？兄弟姊妹，咱拢非常注意肉体的健康，甚至咱注重咱的健康是较赢过咱注重心灵的健康。但是上帝看毋是安尼，所以伫伊的选民搁一届经历伊奇妙的作为了后，上帝趁机会来教育因，爱因的心有一个完全的改变。而且讲到埃及人的破病，就是讲埃及人因为因的心硬，所以直到发生才会十个知，直到伫红海因全军覆没，因为因的心硬，直到安尼的代志，所以因的心破病啊。所以上帝爱遮以色列人讲：恁毋通甲遮埃及人共款，恁爱恢复甲我迄个正确的关系，就是立约的关系。当恁愿意甲我立约，我就要改变恁，我要重建恁的心灵。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伫遮将医治看做是改变。这段经文嘛，互咱看见，即个改变的一个关键，就是爱遵守上帝的诫令。对以色列人来讲，诫令就是上帝互因的这个道法；但是对咱基督徒来讲咧，诫令就是耶稣所讲的新的诫令。这个记载伫新约马太、马可、路加3本福音书拢有。耶稣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哇！你讲好佳哉，我是现代基督徒，我无亲像以色列人共款，有几啊百条的有例爱遵守。但是兄弟姊妹，这两条看起来真简单，但是敢真正简单咧？这两条诫令虽然无亲像以色列人的诫令有真清楚明确讲出恁会当做甚物，袂当做甚物，但是这两条诫令，互咱甲咱教是啥？甲咱讲，咱无论做甚物款的代志，咱讲任何的话，头壳内有任何的想法进前，咱拢爱想着，咱做遮的敢会当表现疼上帝、敬畏上帝，并且疼人、对人有利益的。所以这真正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大多数的时，咱拢会当肯定咱家己有去遵守实践耶稣的教示，但是有当时一无细腻的时，迄个错误就走出来啊。举一个例来讲，咱的讲话，有当时咱讲出去的话，连咱家己拢真后悔，讲伊若无法度收转来咧，搁较免讲已经是伤害着听即句话的人。但是兄弟姊妹，咱若遵守耶稣这两条诫令咧，咱若伫讲话进前，咱想看卖，我敢有影响上帝？我
我讲即句话，敢有利益造就对方，也是去伤害伊。搁一较重要，信用毋是礼拜日的代志，信用是咱生活每一个层面的代志。这虽然真侪人伊会用个性，我的个性就是安尼，还是用习惯。我活到几十年，我嘛是安尼咧讲话，来做一个笑口。但是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上帝期待是咱内面的罪会当得到医治。伊毋若要解决咱表面的问题，伊嘛要连咱内面的罪嘛要来医治咱。所以，即个真正医治、真正的改变，不但会互咱甲上帝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并且即个改变嘛会医治咱人甲人之间迄个关系。我倒去拿互你的故事，拿互你甲路得这两个寡妇，伫上帝带领下面，有一个真圆满的结局，就是路得佫找着波阿斯来成做伊的瓦靠。并且佫生一个后生欧比德，伊就是大吉的阿公。所以这个结局，互即个晚年的拿俄米有瓦靠，但是佫较重要是啥？上帝毋是改变伊表面的问题那尔，毋是互伊晚年有瓦靠那尔，上帝医治改变伊内心的迄个苦楚。所以当伊抱着波阿斯路得所生的囝时，伊的厝边安怎讲？伊的厝边讲，上主是应该学落的，因为伊今仔日无放杀你，地教你无至亲的人。愿即个囡仔伫以色列中得着名声，伊要服导你的精英，奉养你的年老，因为生伊的就是你迄个疼你的媳妇，对着你比即个囝也较好的。而且咱看到伊的厝边对拿俄米所讲的是啥？你过去认为上帝放杀你，但是上帝无放杀你。上帝无互你绝望，所以咱看见对即个厝边所讲的话，改变即个，咱互咱会当这样看到，上帝改变拿俄米内面的苦，互伊有盼望，互伊有一个喜乐平安的晚年。经过玛纳的苦水，以色列人继续因头前的旅行，因行到以琳，以琳的意思就是甜。所以咱看见上帝会对苦佫行到甜。伫以琳有12个水泉，70丛的藻树，伫旷野竟然有一个所在有遐尼侪的水泉甲树木。但是伫遮作者为虾米遐尼详细写出12个水泉、70丛的藻树咧？因为这两个数字有特别的意思。12就是以色列12个支派，77是完全的数字，这70是7的10倍，表明上帝佫较多的祝福。伫几千年前，即个玛纳苦水的迄一幕，互以色列人明白，解决问题的关键，毋是因所啉落去迄口水，嘛毋是摩西，嘛毋是迄丛树，是上帝成做因的供应，是上帝成做因真正医治者。对咱遮活伫耶稣基督救恩内面的人来讲咧，信仰嘛毋是一个消遣、排解时间的一项物件。信仰是要改变咱的苦境，这个苦境毋若是咱拄着表面的问题，这个苦境嘛是因为咱内在互罪捆绑的迄个苦楚。所以兄弟姊妹，圣经毋是一个古早的故事，伊是上帝互咱规个拯救的计划。所以，毋望兄弟姊妹，咱真正求耶稣来改变咱、拯救咱。因为有当时咱遮已经互耶稣保护拯救的人，咱的内心嘛有侪侪苦楚。这苦楚捆绑你几啊十年，你无法度来发离，无法度来得到讨讲。这也是受到魔鬼的安尼的陷害，魔鬼的白插话。所以，望咱定定为着咱家己的内心来祈祷。恳求上帝真正互咱对苦来变做甜，咱做伙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恳求你来排解阮内心的苦楚。虽然阮已经是互你拯救的人，总是伫内心的迄个旧的咱、歹的咱，有当时啊，阮惨伫性命
亲近的所在，我毋愿意将伊藏出来，互你来改变。主啊，恳求你来帮助，透过以色列人今仔日因的经历，互我搁一摆看见，只有你才会当医治阮内心的苦楚，只有你才会当透共阮互罪的捆绑。主恳求你来帮助阮，恳求你来拯救阮，互阮兄弟姊妹活出一个喜乐、平安、甘甜的人生。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他献开主报来读今仔日的经文，请咱做伙来读两遍。因为伊的受记不过马铃久，伊的稳定是生的久，为民虽然早起时就欢喜，是体30天的无在。因为伊的受记不过马铃久，伊的稳定是生的久，为民虽然有体早起时就欢喜。30天的无在，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42首，圣诗542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高主任长老、陈尚娥执事、曾启阳执事、王世伟执事来负责奉献。
请起立。请坐。报告第3点，小会定伫11月22日拜日上午9点半要举行感恩节联合礼拜。礼拜中要举行洗礼甲圣餐。要接受洗礼，也是想要认捌信仰的，请用陈美玲牧师来报名，以方便安排洗礼的课程。第4点。小会定伫11月22日感恩节联合礼拜中，要举行中一的就任。下晡12点半到5点要举行中一的翕相甲造就会，请中一穿正式的服装来参加。牧区的消息，上年团契定伫11月18日拜三上午10点，要邀请刘正老师来分享好饮的咖啡。请客友参加，准备午餐，午餐后有桌游的活动。遗体关怀，詹信雄兄弟10月27日拜六蒙主文调，要定伫11月19日拜四上午10点，要伫第2殡仪馆至善3厅举行日莲火化的礼拜。11月21日拜六下晡1点。要伫本教会举行告别礼拜，请为遗族来祈祷。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往中一的订正。周间聚会甲下周圣工侍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来先来欢迎2位的朋友哈，我们来欢迎赵正成同学，还有张玉成同学，那国贤老师的学生。特别遮嘛来甲咱公布一个，就是讲，咱等下去1楼会看到迄个考柜地吼，这是迄个台湾妖魔对策协会的詹正治牧师吼，伊伫遮甲咱来请咱来赞助，就是因这个协会拢有帮赞真济的农民吼，来做一寡的农产品，所以咱兄弟姊妹，咱若有需要会当伫1楼伫遐来买。搁来，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来为着咱的断的遗体，咱为着敬奉兄民主节，民主节是拜伊的时有小中风，伊的倒骹吼就是无法度行，但是这几工伊恢复真行真好，所以咱继续为伊祈祷，伊了后的复健，伊的生活，咱恳求上帝来帮助伊。咱嘛为着随便兄、秀霞姐、邓妈妈、公鸡姐嘛有淡薄的感冒，咱嘛为着伊祈祷。家己乡长老、敬和兄、春文兄、素梅姐、怡丽、佩玲姐、方梅姐、志金姐、宁理姐、阿淑姐、谢林兄、富比姐、敬雄兄、阿菊姐、阿秀姐、郭元兄、东龙兄、李翠老师、家豪姐，咱嘛为着欢迎的姊妹来祈祷，求上帝祝福因，甲因巴肚内囡仔。我想咱嘛，请咱为着咱台湾的青年来祈祷。伫即礼拜，咱听到有几啊个这大学生吼，因就是自杀安尼新闻，咱恳求主会当来帮赞，透过身躯边的人会当对咱的青年有搁较侪关怀，咱嘛会当诚做迄个主动去付出关怀的人吼。所以咱为着咱台湾遮的青年，吼，为着咱的遗体，为着
着咱的教会来祈祷。阮知影，独独我靠阮家己的气力，我断无法度甲即个掌权，伫即个世界掌权的魔鬼来对阵。所以，阮恳求你，互阮会当倚靠你，互阮知影，你才是阮真正的依据者，你才是阮真正的倚靠。主恳求你帮助阮兄弟姊妹，伫即个世界，阮活着，毋若是为着一口气在活尔。恳求你，互阮知影，阮的性命拢有意义，阮的性命拢有上帝你互阮的使命。无论伫阮的学校，伫阮工作的场所，伫阮的家庭，伫阮的社区，伫阮的国家，甚至是全世界，主你放阮伫即时代，你放阮伫即个所在，一定有你特别的意思。恳求你就使用阮，互阮知影，互阮看出你要安怎来帮助使用阮。主恳求你来扶持即个世代的青年。主阮知影，因面对侪侪压力，总是有当时啊无人通帮助因。主恳求你就来进入阮在即个时代所有青年因的内心，主啊，互因会当找到真正的依据者，就是你家己。主啊，恳求你使用阮兄弟姊妹，互阮会当伫适当的时来成做是一个付出决心的人。主恳求你使用阮，阮也为着阮的肢体身躯欠安的来祈祷，恳求你帮助伫病院的敬奉囝，恳求你手术伊甲另外一个，互因有气力有平安。也恳求你来帮助民主者，伊需要做复健，也恳求你手术伊到伊的气力。主，阮也为着侪侪伫厝里疗养的兄弟姊妹祈祷，也是真侪内心有苦楚无讲出来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你认定，恳求你医治。主，阮也恳求你保守怀孕的姊妹，互因拢会当得到对上帝来的照顾，互因甲因腹肚内囡仔拢会当平安。主，阮也将阮的教会规个阮兄弟姊妹对年老的到少年到囡仔的，阮拢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呼召阮，帮助阮，互阮毋若是在祈祷内面求家己的问题。主也恳求你，互阮会当学习安怎为着教会，为着即个世界，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特别我看见伫即个世界，即时的肺炎的疫情哪来愈哪来哪严重，我恳求你的怜悯帮助。主恳求你的听伫即个世界来运行，透过遮的有学问的遮的科学家、医学家，互因会当来请做阮的帮助。主恳求你怜悯即个世界，互伊会当恢复亲像你所创造的时遐尔美好。互伫中间掌权的或者魔鬼，因无法度来透视因家己的气力，因为阮相信，阮所倚靠的上帝的确赢过因。我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是来因圣诗400首，圣诗400首，因是后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我。
请坐。